各位家長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將焦點放返喺你哋各位勞苦功高嘅爸爸媽媽身上。喺照顧 SEN 嘅仔女，並唔係100米嘅短跑，而係好似一場馬拉松。喺呢條漫長嘅路上，你哋長期處喺一個高壓、自責、擔憂嘅狀態，係咪有時都覺得好攰，好想放棄呢？今日我想送3份嘅禮物俾你哋。第一份禮物係放下，我哋要學識放下做完美父母嘅包袱。呢個世界冇完美嘅仔女，亦都冇完美嘅父母。我哋會犯錯，我哋會冇耐性，我哋會有情緒。請你話俾自己知 ，It's okay to be not okay。我哋感到難過係冇問題嘅。我哋學識接納仔女嘅唔完美，更加要溫柔接納自己嘅有限。你唔需要做到100分嘅父母，其實你只要做到一個足夠好 good enough 嘅 parent 就已經足夠啦。第二份禮物係建立，請你冇必要為自己去建立一個支援系統。有2樣嘢係你嘅必需品，而唔係奢侈品。第一就係有自己嘅家長小組，去揾一班同路人。喺嗰度，你唔需要解釋太多，大家已經明白你嘅處境。喺嗰個地方唔係俾你去呻嘅，而係俾你去叉叉電。第二，去揾屬於自己嘅 me time， 每日俾自己15分鐘，或者1個禮拜俾自己1個鐘，去做啲好純粹令你自己開心同仔女無關嘅嘢。例如可能聽下歌啊，睇下戲，甚至去公園散步等等。咁樣做你唔係自私，你係為自己有能力去行更加遠嘅路。最後一份禮物係看見。喺一個充滿挑戰嘅日常裏面，我哋好容易淨係睇到問題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想邀請你做一個小練習，就係每日臨瞓之前靜一靜落嚟，諗翻起或者寫低佢，你嘅仔女今日發生嘅事情裏面一啲微小嘅進步或者優點，可能係佢今日主動同你講咗句早晨，可能係佢準時交咗份功課，甚或可能淨係對你笑咗一下。當你開始去練習，去睇到呢份微小嘅美好，你會發現成個屋企嘅氣氛，嗰個氣場都會慢慢改變。親愛嘅家長，你哋嘅愛同付出係仔女最強大嘅後盾，但請記住喺照顧佢哋之前，請先好好照顧你自己。你哋絕對唔係孤軍作戰嘅。好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系列嘅影片，希望呢6集嘅內容都可以幫助到你，去帶嚟一啲嘅力量同埋方向。祝福你哋同 SEN 仔女喺呢條路上可以行得安穩，亦都充滿盼望。各位再見。